今仔520是賴清德政府執政滿2冬，總統早起談話，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，組織外力改變台灣現狀，是台灣國家戰略的目標。賴總統嘛講，針對軍購案，會過來提出國防特別條例來追加預算。嘛宣布講，0到18歲政府1個月要來補助5000塊。有媒體關心講，美國總統川普講到想要甲治理台灣的人對話，賴總統是表示講，若有機會，伊有責任就愛講出咱台灣社會的心聲。台灣自1996年總統民選以來已經30年，咱用民主制度在寫咱的歷史。總統賴清德也已經執政滿2冬，5月20日在總統府發表談話，伊表示世界拄長為寬擴張，各有產業供應鏈定做等等。國內嘛因為朝野對未來共識無同，國會運作無順序。面對種種考驗，賴總統提出3大堅持，要守護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，維持台海和平穩定，阻擋外力改變現狀，嘛要繼續拼經濟，打造韌性台灣。推估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超過7%，總值高達32兆元，已經是世界重要的經濟體。這個好成績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也是我們勇敢自信的擁抱世界、拒絕依賴單一市場的結果。今日我將提出一項規模1000億元的計劃，來加速中小微企業及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。賴總統嘛表示，面對囡仔生少的問題，也會提出台灣人口對策性戰略，提供0至18歲的成長津貼，一人1個月通領5000塊，減輕生活負擔。另外，針對國防議題，各界所關注的國防特別預算，敢若通過7800億。賴總統表示，會透過特別預算，也是追加預算的方式來彌補無夠的部分，面對中國軍事擴張的威脅。針對立法院未能完整通過國防特別預算條例，勢必嚴重影響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，政府將亡羊補牢，另提特別條例，並透過追加預算與提高年度預算的方式，來進行商購、委辦、國際合作以及推動國防產業自主。若傳習會後，美國總統川普所提出的對台軍事議題，賴總統表示，只有實力會帶來和平，國防力量的提升是維護台灣安全、台海和平的必要手段。伊希望這項軍購會當繼續進行，嘛期待會當甲民主國家共同合作，促進台海安全甲區域的和平穩定。記者盧尚祖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